你試過行入廚房，打開個雪櫃門，突然之間企喺度發呆，完全唔記得自己究竟想攞啲乜嘢？又或者喺街度撞到個識咗好耐嘅舊同事，明明對方個名已經去到嘴邊，甚至連佢住邊度都記得，但硬係計唔出佢叫咩名。仲有出門口鎖匙口八達通，甚至明明戴住副眼鏡都要周圍買眼鏡。好多人遇到呢啲情況都會習以為常咁搖搖頭，同自己講：唉，年紀大咗，機器壞啊嘛，無記性係好正常嘅事。甚至乎好多人個心入面早就認定咗一個宿命，覺得當我哋去到60歲、70歲，甚至80歲嘅時候，大腦退化、老人痴呆，即係醫學上講嘅腦退化症，係一件完全無可避免嘅事。大家覺得呢個過程就好似人老咗，頭髮會變白，皮膚會有皺紋，行路會變慢一樣咁自然，係人生必經嘅階段。但係今日我要好嚴肅咁話俾你聽，呢個諗法係徹頭徹尾咁錯。如果你覺得老咗就一定會腦退化，老咗就一定會記性差，咁你就一定要坐定定，放低手頭上嘅嘢，聽實我今日講嘅每一句說話。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即係大名鼎鼎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嘅腦科學權威博士馬克米爾斯坦，喺佢一本非常之具影響力嘅醫學著作入面，俾咗一個震驚成個醫學界同普羅大眾嘅嚴厲警告。佢指出，老咗無記性，絕對唔係必然發生嘅事。真正令到我哋大腦加速衰退，甚至引發失智症嘅，其實根本唔係歲月，而係我哋日常生活中日日重複緊、一直忽略緊嘅三大隱形殺手。呢三個殺手日日夜夜咁喺度蠶食緊你嘅腦細胞，慢慢咁摧毀緊你嘅記憶網絡，而你可能仲懵然不知，甚至日日親手餵養緊呢幾個殺手。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深度拆解呢個防腦退化嘅終極密碼，我會一步一步教你點樣去對抗呢啲威脅，令你可以去到90歲，個腦都仲係好似20歲後生仔咁轉數快，記憶力依然精靈過人。我哋首先要徹底打破一個好根深蒂固、毒害咗好多人嘅迷思。自古以嚟，好多人都覺得大腦嘅發育去到20幾歲就定咗型，甚至有人話去到18歲大腦就停止發育，之後嘅人生就係一條不斷向下行嘅斜路，腦細胞死一粒就少一粒，冇得反轉頭，用完就冇。但係現代最頂尖嘅神經科學已經清楚證實咗，我哋嘅大腦係具有強大嘅神經可塑性。神經可塑性呢個詞聽落好深奧，但意思其實好簡單，即係話無論你依家係30歲、50歲，定係已經80歲，你嘅大腦都係無時無刻咁改變緊。大腦可以不斷生出新嘅肌元，可以建立全新嘅神經網絡連結。大腦根本就好似我哋身肌入面印好金銀草性、金銀糟然煙格，你越去鍛煉佢，佢就越強壯；你由得佢生鏽，佢就真係會萎縮俾你睇。博士喺研究入面特別強調，基因雖然對我哋嘅身體健康有一定嘅影響，但係喺腦退化呢個問題上，生活方式嘅影響力係遠遠大過你父母遺傳俾你嘅基因。醫學數據顯示，只有大約1%至5%嘅失智症係完全由先天遺傳基因決定嘅。大家聽清楚，係得1%至5%，其餘高達90%幾嘅個案，其實全部都同我哋後天嘅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換句話講，大腦最終嘅命運，佢究竟係會提早報銷，定係陪你精靈到老？其實係實實在在咁掌握喺你自己手入面。但係點解我哋身邊總係有咁多人，一過咗50歲、60歲就開始記性變差、轉數變慢，甚至連自理能力都出問題呢？最根本嘅原因就係佢哋喺幾十年嘅人生入面，不知不覺間養大咗頭先講嗰三大隱形殺手。我哋依家就嚟揪出第一個最致命嘅隱形殺手。呢個殺手可以話係香港人嘅頭號公敵，就係被嚴重低估嘅睡眠負債同埋極度混亂嘅生理時鐘。好多香港人出名勤力，生活節奏急促，日頭返工做到隻狗咁，不停開會、覆電郵、應付老細同客，夜晚放工逼地鐵、逼巴士返到屋企，食完飯洗完白白，搞掂晒啲家頭細務，望下個鐘都已經係夜晚11、12點。呢個時候，好多人個心就會覺得，終於有啲屬於自己嘅私人時間啦！如果依家就去瞓覺，就好似對自己唔住咁。於是大家就開始瘋狂撳電話、碌社交平台、睇片、煲劇、打機，出現心理學上所謂嘅報復性捱夜，越夜越精神，越夜越唔捨得瞓。你可能覺得每晚瞓得嗰4-5個鐘頭，第二朝早起身沖個涼，飲杯特濃咖啡，頂硬上，精神奕奕咁返工咪搞掂咯，有咩大不了啫？後生嗰陣捱2晚通宵都仲得啦。
但係博士發出極度嚴厲嘅警告，呢個係一個極度危險，等同於慢性自殺嘅行為。你係喺度透支緊你大腦嘅未來。要明白點解唔夠瞓會咁大鑊，我哋首先要了解大腦嘅運作機制。我哋嘅大腦喺日頭高速運作嘅時候，無數嘅神經細胞喺度傳遞信號，呢個過程會產生大量嘅代謝廢物，就好似汽車引擎行駛完會排出廢氣一樣。喺大腦呢啲廢物入面，其中一種最毒嘅垃圾，醫學界稱之為 β 澱粉樣蛋白。呢種蛋白質非常之狡猾，如果佢積聚得多而又得唔到及時清理，佢哋就會互相黏附，形成一塊塊硬掘掘嘅斑塊。呢啲毒性斑塊會直接阻礙先喺一齊面啲猜個先喺一齊幹起義，亦可漸幹先幹起義。時間一耐，呢啲毒素最後甚至會直接殺死周圍嘅腦細胞。而呢個可怕嘅過程，正正就係阿茲海默症，即係我哋最常見嗰種腦退化症嘅最主要元兇。咁大腦究竟點樣去清理呢啲咁致命嘅垃圾呢？原來造物主喺我哋大腦入面設計咗一個非常奇妙嘅清潔機制，叫做大腦類淋巴系統。呢個機制好特別，佢就好似一間只會喺深夜營業嘅專屬清潔公司。當我哋日頭清醒嘅時候，呢個清潔系統係幾乎完全唔運作嘅，因為大腦要將所有能量用嚟應付你工作、思考、講嘢。只有當我哋上床睡覺，並且真正進入深層睡眠嘅時候，奇蹟就會發生。大腦入面嘅神經細胞會神奇地縮細大約60%，冇錯，係縮細超過一半。細胞縮細之後，細胞同細胞之間嘅空隙就會變大，騰出咗好多空間。呢個時候，腦脊髓液就會好似高壓洗車水咁，快速而且大量咁流過成個大腦組織，將日頭積聚落嚟嘅毒素、死細胞同埋嗰啲可怕嘅 β 澱粉樣蛋白，通通沖走，排出身體之外。如果你每晚因為報復性挨夜，或者因為壓力大，瞓得唔好，只係瞓得嗰4-5個鐘頭，呢個大腦洗車嘅過程就根本唔夠時間去完成。大腦深層清潔做得一半，你就鬧鐘響，彈起身返工。日積月累之下，你個腦入面就會堆滿未清理乾淨嘅毒素、垃圾。大家試下用常理去推斷，如果你間屋日日都有人製造大量垃圾，但係個清潔工人每日只係得平時一半嘅時間做嘢，根本清唔切啲垃圾。1個星期之後，間屋可能會開始有異味；幾個月之後，間屋就會臭氣熏天；幾年之後，成間屋就會堆滿垃圾，惹滿蛇蟲鼠蟻，連行步路都無謂。你個腦其實都係一樣。長期處於睡眠負債嘅狀態，垃圾堆積如山，神經細胞日日俾毒素包圍住，你嘅記憶力、專注力同認知能力點可能唔直線下降？所以博士強烈建議成年人每晚一定要爭取有7至8個鐘頭嘅高質素睡眠，呢個係保護大腦嘅第一道防線，無得妥協。要做到每晚有高質素嘅7至8個鐘頭睡眠，唔係淨係話早啲上床合埋眼就得，環境同習慣嘅配合係非常之關鍵。其中最重要嘅一環就係控制光線。臨瞓前1個鐘頭，盡量唔好再望手機、平板、計算機同電視屏幕，因為呢啲電子產品發出嘅藍光會直接穿透你嘅視網膜，話俾你個腦聽，依家仲係日頭，大腦就會立刻抑制褪黑激素嘅分泌。褪黑激素就係話俾身體聽，要睡覺嘅荷爾蒙，冇咗佢，你個腦就會異常清醒。結果就係攤喺床度，眼光光等天光，或者成晚發夢瞓得好淺。你可以試下改變睡房嘅環境，用啲暖色嘅暗燈，將室溫調低少少，保持涼爽。因為人體喺進入睡眠嘅時候，核心體溫係需要微微下降嘅。一個涼爽、黑暗、安靜嘅環境會大大幫助你快速進入深層睡眠，等大腦有充足嘅時間，毫無阻礙咁去幫自己沖個靚涼，清走所有毒素。緊接住，我哋要勇敢面對第2個隱形殺手。呢個殺手更加無聲無息，就係大腦慢性發炎同埋隱形嘅營養不良。講到發炎，大家通常第一時間會諗到乜嘢？可能係唔小心卜親流血之後，個傷口出現嘅紅腫、痛熱，又或者係喉嚨發炎嗰種吞口水都痛嘅感覺。但係博士講嘅大腦慢性發炎係一種完全唔同嘅概念，佢係一場無聲無息，你完全感覺唔到痛楚嘅微型火災。呢場微型火災喺你個腦入面慢慢咁燒，日日夜夜咁燒，佢會慢慢咁破壞神經細胞外面嗰陣絕緣層。神經細胞傳遞信號就好似電線傳電咁。外面嗰陣絕緣層一旦被破壞，信號就會漏電，會減慢。大腦慢性發炎會令到腦神經傳遞信號嘅速度大幅減慢，你就會覺得自己成日轉數慢咗，諗嘢冇以前咁清晰。醫學界叫呢種情況做腦霧。如果長火繼續燒落去，最終會引發大規模嘅腦細胞死亡。
咁到底係乜嘢引起呢場可怕嘅大腦火災呢？最大嘅嫌疑犯正正就係我哋日日放入口嘅嘢食，特別係香港人最中意嘅精製糖同超加工食品。香港嘅飲食文化好豐富，好多人日日都離唔開茶餐廳。早餐一個新鮮出爐嘅菠蘿油，加多杯凍檸茶，少甜。晏晝同同事去食碟鑊氣十足嘅乾炒牛河或者星洲炒米。到咗3:3下午茶時間，又忍唔住叫件炸到金黃色嘅西多士配杯香滑奶茶，呢啲嘢食真係好好味，食完令人好開心。但係對我哋脆弱嘅大腦嚟講，呢啲簡直就係慢性毒藥。精製糖好似白砂糖、糖漿呢啲，一進入我哋嘅消化系統，就會令到血液入面嘅血糖急速飆升。為咗將咁高嘅血糖降返落嚟，身體嘅胰臟就會拼命咁分泌大量嘅胰島素。如果你日日都係咁食高糖食物，身體長期處於高胰島素狀態，久而久之，身體嘅細胞就會對胰島素變得麻木，不再做出反應。呢個就係所謂嘅胰島素阻抗。呢一點對大腦有幾致命呢？好多頂尖嘅科學家依家甚至將阿茲海默症直接稱為第3型糖尿病，因為大腦細胞如果出現咗胰島素阻抗，佢哋就冇辦法有效咁將血液入面嘅葡萄糖吸收入細胞入面轉化為能量。大腦係一個超級大食嘅器官，佢只係佔咗我哋身體總重量大約2%，但係佢每日竟然要消耗人體20%嘅總能量。如果大腦細胞因為胰島素阻抗而冇飯食、冇能量供應，佢哋就會慢慢餓死。一個日日捱餓嘅大腦，記憶力同思考能力又點可能唔大幅衰退呢？除咗萬惡嘅糖分，超加工食品亦都係放火嘅幫兇。所謂超加工食品，即係嗰啲喺工廠大量生產、加咗無數化學物質嘅食物，例如腸仔、午餐肉、即食麵、薯片、包裝蛋糕等等。呢啲食物入面充滿咗防腐劑、人造色素、化學調味料同埋最致命嘅反式脂肪。呢啲人工合成嘅物質進入身體之後，會嚴重破壞我哋腸道嘅微生態。近年醫學界非常重視腸腦軸呢個概念，腸道甚至被科學家尊稱為人體嘅第2大腦。點解咁講？因為腸道入面住咗數以萬億計嘅細菌，有分好菌同壞菌。呢啲細菌唔單止幫我哋消化食物，佢哋仲會直接製造好多影響大腦運作嘅重要神經傳導物質，例如令我哋開心嘅血清素，同埋俾我哋動力嘅多巴胺。如果你日日都食埋晒啲垃圾食物，搞到腸道入面嘅壞菌多過好菌，腸道微生態失衡，腸道就會開始發炎。呢啲發炎因子會穿透腸壁，進入血液循環，跟住血液游走全身。最得人驚嘅係呢啲發炎因子可以輕易穿過保護大腦嘅血腦屏障，直達大腦內部，引發大腦慢性發炎，將微型火災越燒越旺。博士喺書度苦口婆心咁指出，要撲滅大腦入面呢場火災，唯一嘅方法就係要幫大腦建立一個堅固嘅防火牆，而建立防火牆嘅材料就係靠我哋放入口嘅食物。佢非常推崇地中海飲食法嘅核心概念，並建議大家將呢個概念融入日常飲食之中。首先要大量進食深綠色嘅蔬菜，好似菠菜、西蘭花、羽衣甘藍咁。因為呢啲蔬菜入面蘊含豐富嘅抗氧化物，可以有效中和體內嘅自由基，對抗發炎。其次要多食深海魚，好似三文魚、參魚、沙甸魚咁。呢啲魚類含有豐富嘅奧米加3脂肪酸。大腦有60%是由脂肪組成嘅，而奧米加3正正就係構成大腦細胞膜最重要嘅優質原料，可以保持腦細胞嘅彈性同埋促進神經傳導。仲有要盡量用優質嘅初榨橄欖油去煮食或者撈沙律，每日食一小把無鹽嘅堅果同種子，好似合桃、杏仁咁，作為健康嘅零食。相反，一定要下定決心，盡量戒甩嗰啲包裝得好靚，擺喺超級市場貨架幾個月甚至幾年都唔會變壞嘅高度加工食品。大家一定要記住一個殘酷嘅事實，你每日放入口嘅每一啖嘢食，一係就係幫緊大腦建構堅不可摧嘅防禦工事，一係就係幫緊大腦入面嘅慢性發炎添柴加火，加速大腦死亡。呢個生死攸關嘅決定權，完完全全掌握喺你每日開口食嘢嗰一剎那。好啦，我哋依家避開咗睡眠負債，每晚瞓足8個鐘，又搞掂咗飲食發炎，日日食得好健康，咁係咪就代表可以安枕無憂，個腦永遠唔會退化呢？錯啦！如果忽略第3個隱形殺手，之前嘅努力隨時白費。呢個殺手亦都係無數都市人、寫字樓一族最容易犯嘅致命毛病，就係生活嚴重缺乏刺激，同埋極度缺乏身體喐動。用一句香港人最明嘅廣東話去總結，就係個腦同個身都太過 here。我哋先講身體嘅喐動。
好多香港人對做運動有一個好大嘅誤解，以為做運動流汗淨係為咗減肥，為咗夏天着衫好睇，為咗操肌練馬甲線，或者為咗降膽固醇。但其實神經科學家已經證實，運動對大腦帶來嘅好處，甚至乎大過對身體帶來嘅好處。當我哋做運動，特別係帶氧運動嘅時候，心跳會自然加速，呼吸會變深，血液循環會大幅加快。呢個過程會將大量新鮮嘅氧氣同埋豐富嘅營養物質，好似泵水咁強勢輸送到大腦每一個角落。但更重要、更神奇嘅係，運動會直接刺激大腦分泌一種叫做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嘅蛋白質物質，英文簡稱叫做 BDNF。博士用咗一個非常生動嘅比喻去形容呢種物質。佢話 BDNF 就好似大腦專用嘅超級神奇肥料咁，農夫落肥料，啲菜會生得快。大腦有咗 BDNF， 神經細胞就會瘋狂生長。BDNF 唔單止可以促進新嘅神經細胞誕生，佢仲可以強效保護現有嘅腦細胞免受毒素破壞，更可以大幅加強神經元之間嘅突觸連結，令神經網絡變得更加稠密、更加強壯。但係現代都市人最大嘅致命傷係咩？就係坐得太多，坐得太耐。朝早起身搭港鐵、搭巴士返工，一路上都係坐，返到公司辦公室對住部計算機，一坐就係8個鐘頭起跳。除咗去廁所同食飯，幾乎完全冇離開過張凳。放工身心俱疲咁搭車返到屋企，食完飯第一時間就係攤喺屋企張梳化度睇電視、格電話，一直攤到上床瞓覺。呢種長期久坐不動嘅生活模式，會令到全身血液循環嚴重減慢，大腦長時間得唔到充足嘅氧氣供應，更加得唔到 BDNF 呢種超級肥料嘅滋潤，大腦就好似一棵長期缺水、缺養分嘅植物咁，慢慢就會枯萎縮細。特別係大腦入面負責處理記憶同埋學習新知識嘅核心區域，叫做海馬回。呢個區域對於缺乏運動係極之敏感嘅。無數嘅腦掃描研究都已經顯示，長期缺乏規律運動嘅人，佢哋海馬回縮細退化嘅速度會比有規律運動習慣嘅人快非常之多。海馬回一縮細，你嘅短期記憶就會開始衰退，學新嘢會覺得好困難。所以博士極力建議，保護大腦唔需要一開始就逼自己去跑馬拉松或者做啲極限運動，最緊要嘅第一步係要徹底打破久坐呢個壞習慣。如果你嘅工作需要長時間坐喺度做嘢，請你一定要為自己設定一個規矩，每隔45分鐘就一定要企起身喐下，伸個懶腰，拉下筋，行去茶水間斟杯水，或者去個洗手間都好，總之就要打斷久坐嘅狀態。除此之外，每星期最好為自己安排大約150分鐘嘅中等強度帶氧運動。咩叫中等強度呢？即係做到有啲喘氣、流微汗、心跳加快，但係仲可以講到嘢嘅程度。例如喺公園快步走、踩單車、游水，或者跟住網上影片跳下帶氧健身操。只要你肯喐動你個身，你個腦就會跟住一齊活躍起嚟，源源不絕咁分泌神奇肥料。講完身體嘅喐動，我哋嚟講下大腦本身嘅喐動，即係醫學上講嘅認知刺激。好多香港人會反駁話，我日日返工要處理咁多公事，又要對客，又要計數，個腦由朝轉到晚，已經覺得好攰，好耗腦力啦，仲點會缺乏刺激呀？呢個係另一個好大嘅誤區。其實如果你日日做緊嘅工作都係高度重複性、流水作業式，熟練到你合埋眼都識做嘅時候，大腦為咗慳能量，就會自動進入一個自動導航嘅慳電模式。喺呢個慳電模式之下，大腦係絕對唔會去建立任何新嘅神經網絡嘅，佢只係重複使用緊舊有嘅路線。情況就好似行山咁，如果你日日都行同一條太平山山頂嘅石屎路，嗰條路固然會好平坦、好易行，但係大腦其他未開發嘅草叢依然會生滿雜草，無路可行。大腦係一個極度貪新忘舊嘅器官，佢係需要強烈嘅新鮮感同埋適度嘅困難去刺激，先肯發奮圖強嘅。當你主動去面對新挑戰，學習一啲完全陌生嘅新事物嘅時候，大腦就會被迫動員唔同嘅區域去處理、分析、記憶呢啲新信息。呢個辛苦嘅過程，正正就會喺大腦入面開闢新嘅道路，建立大量新嘅神經連結，令整個大腦網絡變得更加密集、更加多元化、更加強壯。呢個儲備起嚟嘅神經網絡，就係神經科學界非常重視嘅認知儲備。博士喺書入面用咗一個極之貼切嘅比喻去解釋，認知儲備就好似你大腦嘅銀行存款咁。當你後生、中年嘅時候，不斷去學習新事物，接受新挑戰，你就係不斷咁將錢存入呢個大腦銀行戶口度。到你年紀大咗，
就算大腦無可避免咁隨住自然衰老而出現少少退化，或者因為早期病變而損失咗一部分腦細胞，但係因為你個底夠厚，存款夠多，大腦依然可以從容不迫咁調動其他強大嘅後備神經網絡去補償損失嘅功能。結果就係令你喺表面上完全睇唔出有任何認知能力下降嘅跡象，你依然可以獨立生活，對答如流。咁究竟點樣先算係有效嘅大腦運動呢？好多老人家中意打麻雀。打麻雀算唔算？打麻雀確實係一種需要思考嘅遊戲，係好嘅。但係如果你已經打咗50年麻雀，每個星期對手都係嗰3個熟悉嘅街坊，打法又係幾十年如一日嘅台灣牌或者廣東牌，咁個大腦刺激其實已經大打折扣，因為大腦已經習慣晒。真正有效嘅大腦運動係要勇敢跳出你嘅舒適圈，去學啲你以前從來未接觸過，甚至覺得有啲難度嘅嘢。例如，如果你做開會計金融，日日對住啲數字同試算表嘅，不如放工去學下水彩畫，學下陶藝，激發下右腦嘅藝術細胞，又或者去學一種完全唔識嘅新外語，好似法文、西班牙文或者日文咁。如果你平時性格比較內向，中意靜態活動，不如大膽啲試下去學跳探戈、社交舞，或者學彈吉他、吹色士風。科學家經過無數研究公認，學習演奏新樂器同埋學習複雜嘅舞蹈係對大腦最好、最全面嘅運動之一。因為呢啲活動要求大腦喺同一時間內高速處理視覺睇琴譜或者舞步、聽覺聽節奏同音準、小肌肉嘅精細協調同埋強大嘅記憶力。呢啲絕對係一個全方位嘅大腦極限挑戰，能夠極速提升你嘅認知儲備。除此之外，社交互動亦都係極之重要、絕不能忽視嘅大腦防護罩。人類天生就係群居動物，面對面嘅交流其實係一項非常之複雜、高度消耗腦力嘅大腦運算過程。大家諗下，當你同朋友傾偈嘅時候，你要專心聆聽對方講說話，要快速分析字面背後嘅意思，要敏銳咁解讀對方嘅面部表情、說話語氣同埋身體語言，然後個腦仲要實時組織語言去俾出適當嘅回應。呢一連串電光火石間嘅動作，需要大腦多個唔同嘅區域高速協同合作先做得到。相反，孤獨同埋長期嘅社交隔離已經被全球醫學界明確證實係引發失智症同埋憂鬱症嘅超級高危因素。所以千萬唔好成日自己一個匿喺屋企上網睇電視，將自己同現實世界隔絕，多啲主動去約下親戚朋友出嚟飲下茶、食個飯、傾下偈，分享下生活點滴。得閒去參加下社區嘅義工活動，報讀下興趣班，識下新朋友，同其他人建立真實、有溫度而有意義嘅情感連結，唔單止會令你心情開朗，減少壓力荷爾蒙，實質上仲係幫緊你個腦，做緊最深層次嘅按摩同保養，令腦細胞保持活躍。講到呢度，我哋嚟做一個全面嘅總結。大腦衰退、記憶力大幅下降，甚至腦退化症，絕對唔係歲月帶來嘅必然詛咒，更加唔係人老咗就一定要接受嘅宿命。博士透過佢畢生嘅研究同埋呢本權威著作，其實係用心良苦咁俾咗一份極之珍貴嘅大腦保養說明書我哋。我哋每個人都有能力，亦都有責任去對抗嗰3大隱形殺手。第一步，一定要嚴格管理睡眠，還清所有睡眠負債，每晚堅持俾大腦有足夠嘅7至8個鐘頭去進行深層清潔，沖洗走所有致病毒素。第二步，要徹底改變飲食習慣，遠離高糖分同超加工食品，呢啲會引起發炎嘅毒藥，多食抗發炎嘅天然食物、健康脂肪，保護大腦細胞免受破壞同餓死。第三步，要時刻保持身體同大腦嘅高度活躍，多做帶氧運動，促進大腦神奇肥料分泌，打破久坐習慣。同時要保持一顆好奇心，不斷學習新事物，挑戰新技能，積極保持社交生活，為大腦不斷累積豐厚嘅認知儲備。大腦嘅保養從來都唔係等到你去到60歲、70歲退休，或者發現自己開始唔記得嘢嗰陣先開始諗嘅事。就好似保養一架靚車咁，你唔會等到個引擎出晒煙先去換機油。保養大腦係由今日，甚至由你睇緊呢條片嘅依家呢一刻，就要立即開始行動。只要你肯下定決心改變生活習慣，好好愛護、投資你嘅大腦，就算時光飛逝、歲月流逝，當你去到80歲、90歲高齡嘅時候，你依然可以擁有一顆充滿活力、清晰、敏捷、記憶力超群嘅大腦。你可以繼續好清晰咁記住每一個愛人嘅面貌，繼續精彩咁體驗呢個美麗嘅世界，過一個有尊嚴而充實嘅晚年。希望今日咁詳盡嘅內容可以真正幫到你同埋你身邊你最着緊嘅屋企人同朋友。
記得將呢啲咁重要嘅醫學知識確確實實咁應用落你嘅日常生活度，唔好聽完就算，好好保護你嘅大腦。我哋下次再見。